文言文、白話文睇唔明，就算寫幾多字都攞唔到分，作文成日都冇方向，內容薄弱，仲成日離題。原因只有一個，就係因為冇人教你一套正確嘅中文答題技巧。如果想打好中文根基，暑假就係最好嘅時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學博初中中文老師 Miss Johnny。喺2024年，我鑽研咗一套獨門嘅中文教學方式，以及全方位嘅萬用技巧，幫過大量初中學生中文逆轉劣勢，飛躍進步，更加有保底學生勇奪全級第1名嘅成績。我相信只要方法啱，成績一定可以追到返嚟。中文成績總係未如理想，唔使驚，你唔係唔叻啊，只係一直冇人教你一套中文嘅正確方法。我有一期7堂嘅初中中文暑期特訓課程，針對文言文、白話文、寫作3大範疇，幫你一步一步打好中文基礎。首先喺文言文方面，我會教你文言3殺着同埋文言3句式，幫你精準咁樣掌握語義、句譯，再去到通篇嘅理解，唔需要再亂咁估。而喺白話文方面，我會教你針對分段同埋內容大意嘅白話3線索，應對唔同嘅長題目答題框架3級拆題法，幫你命中 Marking Scheme 裏面嘅得分字眼。至於喺寫作方面，我有萬用嘅寫作5步，幫你應付記、描、書3種文體，再加上實用嘅議論結構，配合大量嘅例子、素材、佳詞例句，等你嘅作文會有深度之餘，文筆又夠靚，絕對係高分嘅必然。課程當然仲有唔少嘅完善配套啦，除咗基本嘅錯知識、文言字詞、寫作素材之外，仲有白話文同埋文言文嘅模擬試卷，加埋完整嘅解題影片，幫助學生應用課堂中嘅所有技巧，配合免費嘅問書服務，直接解答你一切嘅中文疑難。趁住暑假要急起直追啦，掌握文言、白話文、作文嘅萬用技巧，保底班都可以變成拔尖班，立即報讀，我哋上堂見啦！